台湾因为逼出非洲 DJ， 全国拢真紧张，甲咱交流真密切的日本也真关注台湾非洲 DJ 疫情。伫日本的横滨，今仔有举办一场台湾美食推广活动，这猪肉产品内面呢，就有台湾的排骨、烟肠等等。活动开始进前，台日双方的合作单位讨论了后，决定这活动要照常举办。日本优酷哈马大型连锁店港山下总本店7号下晡展开台湾节活動，要讓日本民眾感受台灣食物有偌好食。私たちは今後も台湾と日本の架け橋と両国の文化、食、人の交流を深める活動を続けてまいります。このフェアでその第一歩となり、より多くの台湾の魅力を知っていただけることを願っております。活動中推出台灣食材製作的排骨便當、排骨炒飯、台灣的煙腸甲番薯球等真有台灣味的產品。なんかいつもパイコ麺は食べたことあるんですけど、下にご飯があるのは食べたことないので食べてみたいなと思いました。日本的便当好像都是冷的居多，我的感觉就是我们这个便当好像是可以加热，就会有那种台湾买到那种便当的那个热便当的感觉。为了拓展外销市场，台湾猪肉加工製品今年甲日本出名的連鎖店合作。布店範圍自本州到北海道，攏總21個商場同步銷售。兩國對於各自的，包括農產品在內，還有我們這一次展售的台灣的這個豬肉產品，我相信不光是日本民眾，如果知道這個訊息，一定會踴躍來購買。那當他們吃了之後，也會踴躍的跟朋友來介紹台灣好吃的這個豬肉食品。在籌備期間，拄到台灣發現非洲 DJ 個案，台日合作單位密切討論，嘛決定活動如期展開。傳統的迄個 DJ 嘛是有啦，但是說人伊會當3個月之內會當所有馬上算講控制起來，這個就跟咱台灣目前講，咱人3個月控制起來，種嘛是會當受到這個國際算講吼會當因的支持。台灣的豬肉加工製品外銷到日本，產品的品質是基本要求。是毋是會當增加台灣品牌價值，還有產品的附加價值，嘛是重要因素。以上是記者佇日本所做的採訪報道。